歡迎嚟到獨聽新聞，以下內容來自12月23日追光者嘅網頁。台北車站發生斬人同埋煙霧彈事件之後，社會憂慮持續擴散，唔只有在台港人反映民眾安全意識明顯提高，相關自衛課程查詢增加，亦都接連出現多宗模仿同埋恐嚇行為。警方同埋市政府證實，網上出現多則預謀犯罪貼文，部分涉及境外 IP， 當局已經介入調查，強調會加強維持治安，防止恐慌進一步蔓延。在台港日陳太原定當日約咗朋友去中山區行街，好彩臨時更改行程，並冇遇上事件。佢亦都質疑警方係咪冇認真調查縱火案，冇隨即拘捕疑兇，避免後續嘅殺人案發生。佢又擔心會有其他人模仿犯案，近期會少啲出街，亦都會保持警惕，留意身邊可疑人士。而喺台灣經營拳館嘅港人富湯就表示，疑兇喺多處犯案，理解對警方追查造成較大困難，唔應該完全怪罪執法人員冇即時意識到係連環事件，但係亦都認為當局日後需要提高警惕。佢又透露，事發後嘅週末，佢嘅民防訓練班嘅學員上課特別認真，亦都有更多人查詢自衛術課堂嘅內容。佢補充，近日同太太外出會多加防範，帶備辣椒水以備不時之需，更加坦言期望大眾唔止係喺事發後先至緊張，應該做好準備，萬一遇上事故都可以減低傷害。此外，喺剛剛過去嘅週末，各地出現相關模仿行為，包括一名女子星期日下晝喺高鐵台南站落車之後，向車站職員指出自己計到某班車第7卡車廂會爆炸。警員喺下站高雄左營站疏散車上乘客，並且派員以金屬探測器搜索，但係冇發現可疑物品，虛驚一場。而該名報案嘅女子涉嫌恐嚇公眾罪名，被警方拘捕，並且由衛生局評估佢嘅精神狀況。事實上，自從台北車站斬人事件之後，網上出現咗超過20則模仿、預謀犯罪等等嘅恐嚇貼文，造成社會恐慌，最少有3人被捕。市長蔣萬安透露，其中揚言起31日喺北投斬100人嘅貼文，情報顯示起碼有3則嘅 IP 位置喺境外，重申警方會加強維持相關區域治安。